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6，罗马书12章19节安尼讲：亲爱兄弟姊妹，毋通为着家己抱怨，宁可互上帝替恁生气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主讲：伸冤在伫我，我会报应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无为家己抱怨，宁可互你替阮生气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愿敬拜你。你是掌管万有的主宰，你是人民万民的天父。你做王直到永远，主啊，愿学罗你，因为你的判断公正无误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因着你无比的疼，互阮的性命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圆满。主啊，阮有时会经历别人的误会甲伤害，直到阮的心想要辩解、报复，也想要互人感受到阮所受的伤害。主啊，总是你的话提醒阮，毋通为着家己抱怨，宁可互你替阮生气，因为你有对阮回应讲：伸冤在伫你，你的确会报应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